如果話你知有一份文件可以一次過揭開全球最大太空公司、衛星互聯網巨頭同一間好神秘嘅 AI 公司嘅所有家底，你會唔會想睇？呢份就係 SpaceX 喺2025年5月正式遞交嘅招股書。SpaceX 係目前全球估值最高嘅私人企業，估值接近4000億美元。但喺呢份招股書出現之前，外界對佢嘅了解全部都係靠傳聞、靠估算、靠啲708散嘅數據平反出嚟咋。今次係第一次佢嘅完整財務帳本正式喺公開市場上攤開。SpaceX 嘅生意分3塊，第一塊係航天發射 Falcon 9火箭、Dragon 飛船，加埋各種政府同軍事合同。第二塊係衛星互聯網，即係星鏈 Starlink， 訂戶1年內幾乎翻倍，由500萬升到超過1000萬。第三塊係 AI/XAI 嘅 Grok 大模型，再加埋 X 平台。呢兩瓣係後尾先合併入 SpaceX 嘅。但係講到盈虧，3塊裏面只有星鏈係真正賺緊錢。2025年星鏈經營利潤44億美元，利潤率接近39%，係整間公司唯一嘅利潤支柱。航天發射嗰瓣呢，蝕咗6.6億美金 ，AI 嗰邊1年就燒咗64億。唉，整間 SpaceX 2025年淨虧損49億美元。講 SpaceX 唔可以唔講馬斯克，佢只持有12.3%嘅股份，但投票權高達85.1%，即係話就算你係 SpaceX 股東，你幾乎冇得話事。仲有更誇張嘅招股書，白紙黑字寫明，馬斯克唔需要將全部時間放喺 SpaceX 度，佢可以同時係 Tesla CEO， 甚至兼任任何佢想要嘅職位。呢種結構說白咗就係買 SpaceX， 本質上係壓住馬斯克呢一個人。咁 SpaceX 到底應該點估值？老實講，估佢唔係估一間普通公司，估普通公司係睇現金流、睇盈利預測。估 SpaceX 其實係喺估馬斯克呢個人，估佢嘅執行力，估佢登陸火星嘅承諾係咪兌現得到，甚至估佢嘅注意力而家喺邊度。從 PayPal 到 Tesla， 從 SpaceX 到星鏈，馬斯克確實係一次又一次將科幻變成現實，市場願意壓住佢係有其道理嘅。但我自己諗，公開市場嘅耐性係好難同私募投資者嗰班人比嘅。一旦兌現速度跟唔上預期，估值嘅下跌可以又快又深。SpaceX 今次 IPO 係馬斯克對公開市場嘅一次全新考試，而呢次嘅閱卷人換咗係幾百萬普通投資者，你又覺得佢會過關嗎？留個 comment 話我知你嘅睇法呀。